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19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来关心北北会馆的负责人郭德敏牵连地下会地洗钱案。新北地方法院原底是裁定5000万交保，不过检方控告有成功。法院伫18国开羁押庭，改以1亿交保。郭德敏因女朋友钱世军伫1点钟内就装着钱，依托行李箱底钱去甲交保。 检警调查北北会馆负责人郭铁敏涉嫌行刑线顶布桥网站甲地下通会不法获利达到16亿，到到泰国了后，去年8月押送回台湾，过羁押禁见，今年4月合议庭裁定郭铁敏5000万交保。检方控告了后，过羁押一直到11月羁押期满，新北地县认为无继续羁押必要，检方搁提控告。 检方强调，郭铁敏4月第一摆交保用电子镣铐科技监控，暗过5天内电子镣铐事件高达926摆。另外，监控中心通话也常常毋是本人接听，怀疑伊伫测试监控功能，无排除有弃保逃走的可能。 新北地院合议庭除了裁定郭铁敏1亿交保，搁限制出境出海甲自己8月，用电子镣铐监控，每一固定时间伫指定住所，家己翕门牌甲面部回传向科技设备监控中心报道。 请各位媒体对我那对这个案情有利的证据调查那凭你的报道这样就行了谢谢大家。 因为进前红车乌道被对切郭铁敏，媒体追问是毋是有互乌白两道对杀，是毋是烦恼家己人身安全？伊表示无这个问题。伊女朋友钱世军伫社群网站质疑，佮要押人出口境，批评检察官蒙蔽法官，家人将人押无要放。质疑检察官这闹剧要演到什么时阵？新北地检署回应依法控告，无押人出口境。记者综合报道。 上新的消息，咱来看，民众党党主席郭文哲牵连经发声案，防延长羁押，请假3个月的时间到底要到啊！民众党昨昏是召开中央委员会，通过2个提案，包括郭文哲延长请假到明年的2月28，也有由党中央紧急应变小组3个共同的调集人来代理职务，而且未推选新的党主席。 力挺柯文哲，团结民众党。手牵手发口号展现团结气势，民众党主席郭天请假3个月期限就要到，中央委员会10月开会行，14个委员全部通过，柯文哲继续请假3个月到2025年1月28，党部由紧急应变小组3位共同召集人处理代行职务。本党没有代理主席的问题，我们也不会有多头马车。 我跟黄国昌、跟李伟华3位共同召集人，团结一致，从来没有意见相左过，对吗？李伟对吗？党章第16条是有说，主席因请辞或因故不能行使职权时，这个部分才由中央委员复推代理党主席。推出代理党主席以后。 6个月内要完成主席的补选，他不是请假6个月满，不能再请。李伟华表示，党中无限制请假期限，民众党强调无代理主席的问题，党是正团结，外界唔通趁机会就改占。外界所有见缝插针的事情，请适可而止。目前全党上下团结一致，党务正常继续运作。针对延长请假代志，是受事先通知郭文哲，林富兰表示，因为郭文哲羁押禁见当中无法度知影伊的看法。按国民众党最高权力机构是中央委员会，全体中央委员除了郭文哲请假以外，其他14个拢有参加。全部人拢通过继续请假3个月，了后会请律师转达给郭文哲。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回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咱台湾北部规工是较淡湿、较凉冷，温度差不多是伫咧18度至22度。也若本岛的上低温是伫咧新北的石碇，敢若16.1度。咱做回来看温度。除了台湾北部，其他的所在透早是较清冷，低温是20度至21度。也若日下的高温，东部会到24度，中南部甲东南部有到26度至27度。另外，因为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也佮有东北部雨也会继续搁落。也若中南部偏湖、金门、马祖，因为受到万季风台外围分系影响，可能会落湿啊雨。气象署今仔日嘛针对全台湾12个县市发布透风的特报，包括彰化甲云林沿海较空旷的所在，恒春半岛、偏湖、兰屿甲绿岛会透10级至11级的强阵风，提醒民众都要注意安全。这两天东北季风变较强，加上万季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咱台湾附近的水汽较高，北部甲东半部较会落雨。另外，嘛有针对12个县市发布透风的特报，提醒民众都要注意。因为东北季风增强，加万季风台外围分系影响，北台湾转做湿湿凉凉的天气，民众透早出外时阵也雨伞爱搁穿薄外套。气象署8月18针对正方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也有宜兰地区发布大水雨特报。那特别是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的山区跟东北部地区，一直在周4之前呢，雨势也可能比较持续明显，是有局部大雨出现的机会哦。气象署表示，在南海的万季风台下晡已经减弱做轻度风台，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不过外围水汽持续向北过来，那北部、东北部落雨机会增加，中南部分量嘛有较济，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且8月19透早，北台湾低温可能会降到18度。气象专家提醒，后礼拜3、2、7有一个真强的冷空气入南，是不是冷气团有待观察？特别是27号北方冷空气的这个强度，看起来可能会北部，当然我们以这个台北气象站为标准的话，可能有机会会接近到这个15度左右。另外，气象署嘛针对苗栗到云林沿海空旷所在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会有9级至11级的强阵风，要多多注意。气象署指出，拜3过了后，风台外围环流减弱，不过东北季风持续影响北部、东半部地区。北台湾乌阴落湿湿雨的天气会持续到2、3拜六，东北季风减弱，落雨情形才会减少。记者综合报道。伫咧17暗时的时阵，台北坐温有一个查甫人甲因朋友做伙坐温的时阵，去互一个食烧酒醉的查某人踢着伤，搁地暗棍啊！双方伫咧坐温顶悬全咧起冤家。另外，顶礼拜六伫咧高铁有民众举刀啊，这个嫌犯嘛伫咧昨昏掠着啊。嫌犯讲，因为有人为伊的婚书顶下过，互伊感觉这是真歹结条，所以伊才会举刀啊出来。有专家建议讲，若是拄到这款的攻击的事件，都要紧闪开。赶紧报案！你这样对吗？交安保，交安保！影片当中，2对男女正诉激动，其中挂目镜姓陈查甫人阿妈棍，佮互对方定调咧，2人是正不满。请你道歉好吗？他动了你吗？怎样？你动到怎样？我是故意的耶！你很明显是故意的。台北坐温17上山新店线车厢内底冲突，后民众翕落来。所警方到场了解，姓陈查甫人讲，互穿红衫查甫人踢伤，引起冤家。他故意的拉着那个杆子，哎呀，这样子踢我的脚，把我的脚塞到车和门缝之间。因黄女擅发酒味，且陈男认为黄女未有道歉之意。事后，陈男已至厦门街派出所就黄女伤害部分提出告诉。另外，10日发生的高铁堵刀案件，嫌犯经过28点钟了后，总算抓到。逃走过程中，甚至变装制作断点，互警方接拍催。在这里向社会大众道歉。这查某人的失控，根据了解，竟然是因为被下过无结条。不管是高铁接温，民众若拄到攻击事件，警方呼吁车厢内底正下，建议马上远离相比。发现任何不法，可立即按下月台电梯旁或捷运车厢红色紧急通话钮，或拨打110报案。除了马上通报，这警队也示范影响在配包保护身体，利用雨伞挂头顶，防止歹徒近身攻击。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17发生公车相撞的车祸，造成1个人死亡，15个人受伤。涉案的2个公车司机访问完了后是拢交保。不过，大有巴士的这个司机，因为摕到驾照到驶公车，敢若1个月的时间，而且今年8月份嘛有甲人相 A 的记录。然后另外一个驾驶，伊是大都会客运的司机，是已经驶13年啊。目前台北市公运处甲这2间业者是先罚9万块。你是没有看到前面有车吗？
以上检方的2个人拢是公车驾驶，伫台北的喜来登饭店头前发生追撞事故，造成1个死亡15伤。经过复审了后，各以10万甲30万块交保。即马台北市公运处嘛对2间客运业者分别各还9万块。基本上我们经过受训以后，可以的才会过啊，不是说基本上都会过，因为驾驶员很缺，缺的原因是年轻人不愿意进入这一行。老一辈的驾驶员就时间到了，年龄到了都退休了。车祸的姓车女驾驶刚23岁，今年1月得到职业驾照，经过台油巴士内部训练，2月正式上路，服务到即马较无1年。啊，毋过，煞互人发现，伫今年8月已经有肇事记录。业者回应是小可去下着，伫即件事故了后，人已经停牌，嘛怨叹目前人力严重不足。另外，迄个肇事的车祸姓陈司机是伫大都会客运任职，年资有13年。业者讲，当然伊的工作表现拢正良好。不论是否缺额，绝对不能影响到公共交通安全。我想这个原则跟立场是非常清楚而且坚定。就算驾驶欠人，嘛袂使当作理由。台北市长周万安表示，已经协调相关的局处扩大招募劳财补助，强化新手驾驶的教育训练，也甲无适任驾驶的排除机制。不过专案都还未落幕，才让1天尔，新北市原来传出公车意外。他们有回报是说那个方向盘卡式，我们现在调他的检修记录，他有没有正常在检修这些方向机的事情，没有渗进他的那个运维护责任的话。那我们就会那个罚款9000块到9万块不等啊。一台台北客运倒弯，方向线愈来愈歪，紧急停伫路中央，差点就弄到车厢顶的条啊！好在在车内15个乘客无人受伤。代志是发生伫18早起8点，边就是新埔国中，那方向失去控制，业者讲是机械故障，电子动力方向机的保险丝烧断去，含道路变成当真歹胖。其实有时候也是司机的问题，也不是完全是这些物品的问题啊。有些司机他们开车真的蛮快的。公车不安全都是人上去站还没稳，公车司机就开走就跌倒了。为台北的重大追撞事故到新北公车的状况，民众难免会烦恼公车坐车安全性。有人是讲爱对公车全面大体检。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今年地震甲风台是严重损断花莲的观光，交通部进行补助8亿外预算，目前敢若执行6成。在地业者讲，已经有21间旅宿业停业，还有10间是暂时退场。因若花莲对外的交通目前也无稳定，所以游客数量有限。明年若是无补助，观光业者收单可能也搁较侪。再来看《中国时报》，消署公布新增加135种农作物农药残留量标准的这个规定。不过，这规定毋但是比国际较严，其中塔马豆、青菜花、甲咸姜啊等等6项菜色果子残留的容忍量是放定到原底3倍。另外，有增加3种草鱼标准是比较日本。再来看《自由时报》。台北体育局4月份推出运动计划，提供市民运动抵用金，会当摕来买物件，或者是把钱欠伫咧悠游卡内底。不过有机关就指出，到目前为止，运动抵用金的使用率是无到6成。市长周万安表示，12月份也阁会有第2波抽奖的活动，要来鼓励市民使用。旅游的消息，咱要来看今年1月份至9月。咱台湾的旅客去越南旅游的人数是超过93万人次，不过越南的旅客来台湾是敢若28万人。都有旅游业者表示，因为去年下半年来台湾的签证审查是变较严，所以有影响意愿。但都是中国开放24点钟的电子签证，计效嘛差不多，所以都有袂少越南的游客都走去中国佚佗。坐鸟空缆车看风景，记得越谈过船。观光署邀请越南有名的女明星做台湾观光代言人，伫中国嘅推送详细的观光宣传影片，加强对越南市场的行销。因为越南旅客来台湾的人数今年继续衰退，一月到9月只个呢28万外人次，因那个人去越南的有93万外人，观光逆差扩大。业者讲，签证限制罪有影响。原来可以凭着他们曾经去过的欧美国家或是日韩国家，可以在我们的网上申请
e-visa 电子签证。那在去年的时候，不再接受日韩签证的便捷签e-visa， 所以呢，等于游客大概少了40%左右。学者讲，受到2018年越南团客来台湾抓集体逃走的代志影响，相关单位对来台湾签证限制较侪。也毋过会当考虑对在地或者是孤大地做部分放令，方便旅客来台湾。而且越南这几年发展正紧，对旅游景点的期待也变较悬，咱就要靠有吸引力的旅游市场。其实这个在越南对于台湾的理解度是高的，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现有的这些产品，并不是包装这种类型的，而是比较传统型的这些大景点，所以大家对于参团的意愿就比较低。观光署上新的旅游景点游客统计，今年估计除了花莲因为连续天灾，游客比去年同期大超过8成以外，新北市金山的游客也衰退5成。南部乌山头水库风景区、中部的九族文化村、大屯山休闲区也拢是副成长，昆林国家公园也让2成。组长，我们成绩不好啦，是，那我必须来说，要努力。我们国内的旅游品质不佳啦，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对比国际没有显著的竞争力。观光署讲，最近已经公布台湾观光100亮点，会整合各县市的观光资源做伙行销。今年全年来台湾的观光客应该当超过750万。交通部也讲，也是无够好，应该继续拼。记者综合报道。是安的消息，咱来看食署昨天公布食较饱的餐厅客查的结果，全台湾拢总是客查120间的餐厅。结果有7间的凉水甲酸仔无合格，拢是大肠快滚超过标准。其中包括5000级的餐厅、台东那罗湾大酒店，还有新竹烟波饭店等等，是拢红照食安罚3万块。真侪人爱去食到饱餐厅食饭，因为菜色真丰富，要食啥拢有。但是卫福部食药署公布113年全台湾食到饱餐厅稽查结果，稽查120间，抽验182件成品甲食材，结果有7件饮料加冰无合格，拢是肠坎菌超过标准。它代表的是它的水源的水质，或者是它人员的卫生，还有它的器具的卫生，以及制成卫生跟它的相关的后续的储存，在某个环节上有缺失。食药署讲，无合格名单内面包括5000级的台东南鲁湾大酒店、4粒星的新竹烟波大饭店、福禄里精品饭店、台中寿喜烧一丁、两餐韩国贵火锅食到饱加2店、千叶火锅家己尊足馆。卫生地方局拢已经依照食安法采取3班，都无科医生提醒讲，民众若无顺利食到带菌的食物，有可能的食物中毒。我们第一时间以委由专业餐饮的卫生稽核人员针对此奶茶的品项做全盘的检视，包含像是容器消毒出餐方式、工作环境、水质制冰机等重点项目，都已经做了即刻调整，并进行内部的教育训练。那一般我们食物中毒都用急性肠胃呢表现，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肚子痛，甚至腹泻、发烧都可能。食药署呼吁业者爱做好自主管理，提供饮料加冰的时阵，爱注意环境甲人员操作的卫生。对这7件无符合卫生标准的业者，限期改善。若到时无改善的，会当罚3万到300万。若南鲁湾大酒店是讲，相关产品怎么已经无卖啊？记者综合报道。在高雄有民众17的时阵去南子的一间连锁的早顿店买牛奶茶。啉到大底的时阵，才发现讲，这杯仔底竟然有米缸刀，而且这刀佫是生生的。卫生局去稽查了后，发现讲，这间店伊煮食的工具是不利垃圾，伊已经要求伊爱限期改善。不过现场是无发现米缸刀。也那总公司嘛讲，已经有甲消费者联络嘛会加强辅导甲训练员工。这杯强要啉甲无的青年茶，竟然看到一支米缸刀伫咧内面。刀也有新鲜，消费者惊一个，把相片铺伫咧网络顶，提醒其他的消费者爱加注意。很大的疑虑啊！怎么说？因为这么大的东西，店员怎么可能没有看到嘞？对不对？我们做事情要很小心尤其是对这种食安问题。自己在做这些也有可能不然整只这个我就觉得我还从没有看过了。早餐的饮料内面有米缸刀，有民众认为是业者管理有疏失，也有人怀疑讲，这么大支的米缸刀哪会看无？是不是有人挑工的？早起去早餐店，业者看到媒体就赶紧把门摇来。2点钟了，卫生局来稽查，也无人来开门。第2遍去，才有人来开门，会让入去。
初步了解是店员无注意和倒啊落个杯仔内面，不过伫咧调饮料的作业台并无看到米缸刀。业者讲，即马已经无法度查清楚是啥人，以后会加注意。不过卫生局稽查也发现，主只的店垃圾、消毒水部分顾客，行期若无改善，相关会当罚2亿。公司已经有跟消费者联系上了，那后续的做赔偿或者一些补偿，公司都会后续再跟消费者去沟通。总公司讲已经联络消费者去慰问，并且得到对方谅解，对加盟店会派人去检视流程，并且加强教育训练。也强调代志有真侪疑问爱查好清楚，总公司会继续去了解，查清楚是谁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继续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事。今仔日就满1000天啊！最近有风声讲，拜登政府要批准乌克兰使用美国制造的飞弹系统来拍罗西亚。另外，川普就伫要上任，伊是真积极推动两国会当讲和，后面的接受度即嘛愈来愈悬。也那罗西亚这边是讲会采取开放的态度。乌克兰军官跟战士沙场的士兵的观察行伫街路，过路的民众跪落来切目屎，向因致意。罗西亚入侵乌克兰第19就是第1000天，不过拢无停止的现象。当地居民讲，乌克兰至少有12000个居民伫这场战争当中死亡，而且医疗设施遭到2000多摆攻击，至少200万民体受损，就连基础设施也遭到严重的破坏。65% of Ukraine's own energy production capacities has been destroyed. 罗西亚军队占领乌克兰顿巴斯地区一个又一个当夹夹村头，因为顿巴斯有烽火更替甲土炭资源，不过当天的气温拢伫0度以下，所以失去这的天然资源会互数百万的乌克兰人日子真歹过。最近，红场拜登政府第一摆批准乌克兰使用美制飞弹回敬罗西亚，不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间低调回应，无经过宣布。罗西亚资深机关克里夏斯是警告美国启动恐惊引起第3摆世界大战。Сьогодні багато в медіа говорять про те, що ми отримали дозвіл на відповідні дії. Але удари завдають не словами. Такі речі не анонсують. Ракети самі. 根据华尔街第10日报道，美国大选进前，乌克兰的欧洲盟国捌对川普团队承诺会加速协商，互这两个谈判感觉烦恼。不过情势改变，欧洲盟国接受度愈来愈悬。另外14墨西哥驻联合国大使也讲，对结束战争的谈判采取开放的态度。不过前提也是要以罗西亚政府对这场战争的军事评估做优先考虑。公司新闻新竹报编译。继续，咱要来看，伫印度首都的新德里，遐个空气品质最近是真歹，而且规个是雾蒙蒙。十八有真侪所在空气品质的指数破纪录，超过标准的17倍，而且有几个所在受到污染严重的程度，是比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安全标准超过50倍。当地毋但是宣布停课，交通甲飞轮机抓嘛，因为能见度上歹来受到影响。印度首都新德里18被形容是世界末日，毒气室因为空气污染达到严重异常水准，中昼12点半左右，空气品质指数清悬到破纪录1743，比应接受水准100空气超标17倍外。当局宣布停课，陆空交通也因为能见度上歹受影响。काफी दिक्कत हो रही है बहुत बीमारियां भी लग रही हैं लोगों को प्रदूषण की वजह से 动物园工作人员也最希望能压制一寡毒空气，就算空气歹，依然有真侪人去。不过，家人伫雾茫茫当中欣赏唱好。印度每年这季节拢是因为空气品质真歹，加做国际要闻。凶手就是农民收割了后，为方便整理农地，凊彩烧掉草。दोपहर के टाइम तो बहुत ही ज़्यादा प्रदूषण हो जाता है, आँखों में जलन भी होती है, सांस लेने में थोड़ी सी दिक्कत आती है। 工业白洪介绍土炭发电也甲污染有关系，和空气品质最近几礼拜愈来愈严重。就算当局推出限制车进入、停止建筑时间，建议伫厝上班，呼吁老人囡仔、慢性病患者尽量避免外出等措施，不过一直无有效解决问题。批评人士认为政府应该提出长期解决方案，毋是伫污染已经扩大才启用各种规范。官员指出，执政的印度人民党毫无作为，过去5年来空污问题愈来愈严重，素不采取措施阻止农民烧掉草。
बच्चे सांस नहीं ले पा रहे हैं छोटे छोटे बच्चों को सांस लेने के लिए स्टेरॉइड्स की जरूरत पड़ रही है इनहेलर की जरूरत पड़ रही है根据真济研究估算，每年有超过100万印度人是伫个甲污染有关系疾病。公司新闻恩文玲朋友。来关心菲律宾伫咧过去这1个月内，是小连续受到6个风台吞踏。为了加强的风台防御，拜6礼拜风雨是真大。菲律宾东部是出现真严重的灾情，而且有几10万人撤离。不过这防御登陆离送到了后，威力有减弱。18已经降做是热带气旋。昨天下晡嘛已经离开菲律宾啊。强烈风台万宜16暗登陆菲律宾东部人口不最多数省份，交丹杜安里斯，上大风速1点钟195公里，阵风的时速240公里。当局提前撤离附近65万的居民，不过强风大雨依然造成淹水，树啊规丛挽起来，自倒去的灾情，风雨过了规个乱糟糟。万宜伫17继续向西北部方向刷点动。下昼伫主要岛屿鲁松岛南部第2遍登陆，威力有小可较减弱，正做强烈热带气旋。到18早起10点，中心的上大风速降到1点钟110公里，阵风1点钟135公里。气象局伫咧中昼的简报讲，万宜已经正挖近鲁松岛边界，下昼就会离开。烟花风暴调的警报已经解除。但是，北旦群岛依然有中到大雨，有一寡所在可能会发生山崩、土石流。鲁松岛北边亚太地区依然有强风警报。地方救灾单位讲，万宜风台目前造成至少3个村民失踪，也有停电加财务农业损失。虽然已经11个月，太平洋依然一直形成风台。万宜是过去1个月来第6个侵袭菲律宾的风台，总共造成3000外户900人无家可归。而且无久进前，这个加天毒风台加侵袭菲律宾，怎么也搁伫咧复原，情形是更加害。因为灾情正严重，菲律宾空军也派人来到沙港救灾。I've authorized U.S. forces to provide direct support to respond to the super typhoon. We also secured another $1 million in urgent humanitarian aid.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8日伫咧马尼拉参加美国军队联合协调中心的破土典礼。伊讲，美国方面已经授权协助伫6场风灾的受灾灾民提供金补给加协助。公司新闻是会长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造成6个人死亡，包括黎巴嫩政军组织真主党的发言人。也那当地学校是紧急停课2天。另外，以色列军方嘛各一届攻击加沙走廊，造成20个人死亡。美国高盛投资银行表示，川普当选了后，按算要扣真悬的关税，加上当咧发展的经济，也有美国资产的计数有起，美金将进入一个新的强势时期。按算未来这12个月，欧元换美金会落到1.03块，那那日票换美金会落到159块。过来关心中国又搁发生凶案，四川成都有一个外送员，拿像行车的纠纷，涉嫌伫路边举刀杀人，造成1个人死亡。加上11的时阵，伫广东的珠海有汽车去弄人阵，造成35个人死亡。11月16的时阵。江苏的宜兴职业学校有8人死亡，等等这个案件。最近中国的民间是充满不安的气氛。镜头转来咱国内，如果是警察知法犯法，伫台北市的大安分局有一间派出所的警察，为2020年开始，涉嫌伫咧营区内底查某便所偷装摄影机，翕查某警察，甚至来照便所的民众嘛拢互翕参类。大安分局表示。伫调查期间，这个警察是已经失职，调查了后嘛已经甲伊免职。因那这个代志会爆出来，是因为检警追查创意书房的私密影像意外发现的，而且嘛要调查这影片敢有妨提起卖。
以上一定嫌犯鼓掠真侪人到案，检警侦办创意私房案件，清查上100人涉案，进行一波起诉，为点心店的业者、补习班的老师，拢互人控告是加害者。即马刷亚出有警察牵涉在内。这个是你女儿吗？对。那这个是谁？协助失地的阿伯成功联络家属，因为安尼得到表扬。画面上倒边的都是涉案4过的员警，伫台北市大安分局的派出所服务。为2020年开始，涉嫌伫驻地女厕所偷装监控机翕女警去便所，影中人嘛验出有报案的，也是借便所的民众甲囡仔，目前已经互人羁押。调查期间，郭姓员警自觉已不适任警职，黯然提出辞呈，为郭员在职期间涉犯妨碍秘密等案，事实明确且恶行重大，本分局能将严惩，予以免职处分。警察知法犯法，伫今年7月，要伫宜兰三星派出所的员警，互人控告对民众去驻地便所偷翕。伫我早进前，嘉义原有查甫警察涉嫌伫便所甲换衫间偷翕女警官。这个案件会公布，毋是警方内部查到的，是涉案的查甫警察互人发现，伊原来是色情论坛创意书房的会员。检方说来嘛要追查，伊敢有牵涉到犯罪。一般的人即使去上厕所，我就算很仔细的环顾整个厕所的空间好了，我有可能我都不会发现。对人民来说，最应该是能够信赖跟安全的一个地方，警察局却被装了偷拍，而且装的人竟然就是警察。即马连警察局都变做偷翕的场所，现代妇女基金会提醒，准讲监控机歹预防，也是爱提高警觉。伊也建议场所的负责人爱善尽责任，强化巡检，安装反监控机侦测设备，搁爱警局也是其他单位拢爱全面清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伫台北市有一间国校啊，顶个月收水课的时阵，发生一个查甫学生无细字走入去女性的换衫间，想袂到因为这导师认为防惊到的这个查某学生，伊的讲法伤过含糊，所以就要求伊来写悔告书。目前这间学校是已经启动性平的调查，那教育局嘛讲，这个导师的行为是无符合规定的。学生伫思考学习单写误会男同学，互老师加无用的。顶个月台北市某一个国小去其他学校上游泳课，一个查甫学生无细字走入去女更衣室，事后导师3解问女学生，甚至认为前后讲法无共，要求惊到这个女学生以伤寒的讲法为理由写悔告书，也引起议员质疑导师无重视性平处理原则。这个导师居然发了悔过书给这些被误闯更衣室吓到的女学生，回家写悔过书啊！理由是什么？不应该在第一时间夸大其词，让老师卷入这种麻烦啊！那后续也按照规定来召开性别平等委员会议，通过成案调查。本校也主动的召开校事会议调查老师在处理的过程中是否有管教失当的情事。学校表示，后续已经依法启动性平调查，搁召开校事会议。不过，台北市教育局讲，导师少年所的做法，拢违反校园事件处理准则。他不应该进行相关的这个调查跟询问，因为这个是不对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对于学生的一些描述，他不应该请他写那个思考的学习单。这个是不应该的。不管是体育老师或导师的处理方式，已经让家长们跟学生们已经失去了对学校处理的相关信心了。教育局应该要设法提供相关的辅导的专业的介入，包括有学生治安辅导中心的协助跟介入，来了解孩子们他们到底当时发生的状况是如何。这个事件还搁咧调查，人本教育基金会认为，无论是无细字走入去，还是性平事件，老师处理的方式已经让家长甲学生失去信心。教育局应该提供专业辅导机制介入，通查清楚规件代志的头尾。记者综合报道。川普选调了后，伊的政府团队名单嘛受到大家关注。川普提名联邦众议员瓦尔兹做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顶个月底，瓦尔兹公开演讲的时阵，有讲到台湾伫咧先进晶片甲世界贸易的地位是真重要。另外，有专家认为讲，台海问题已经是全球的议题啊。
美国总统大选结束，未来川普政府团队名单也陆续出来，其中会被提名出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联邦调查员瓦尔兹，那是美国国会第一位有陆军特种部队资格议员，也捌伫五角大厦做重要幕僚，对台湾事务熟悉。今年10月中，各地公开演讲中表示，中国是今麦美国上大的威胁。Xi Jinping, I mean, just take him at his own words. He is openly talking about the decline of America, replacing America as a global leader, the decline of Western values, replacing those with, what is essentially a techno-surveillance state dictatorship. The first step was Tibet. The next step was Hong Kong. The next step is Taiwan. 2021年，伊访问台湾，嗰個係時陣總統蔡文喺後來見面被外界看作是優待派。And to understand the implications, not only would they control 80% of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computer chips, if you look at the geography, they would control the shipping lanes into Japan, South Korea, Southeast Asia, about 50% of global GDP. So the stakes are enormous. We need to fully appreciate there is the element of having a military that is ready, even though their navy is now larger than ours, their space force is larger than ours. 美國、日本、澳洲三國國防部長17日澳洲北領地打完針對三國國防合作大海局勢、南海議題，到朝鮮半島局勢頂對會，各地會後發表聯合聲明，強調台灣海峽和平和穩定的重要性。記者綜合報道。根據中國的官方媒體央視的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甲美國總統拜登講，都係認清總統賴清德以台獨的本性。不過外界就質疑講，這有可能是假消息。國安局長蔡明彥表示，白宮的新聞稿內底並無寫到這項代誌，所以無排除是中國的人質作戰。中國官方媒體央視報道，拜習會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向美國總統拜登講到愛認清總統賴清德的台獨本性，不過真實性遭到質疑。國安局長蔡明彥表示，無排除是中國人質作戰的操作。我想我們有比對一下美國白宮官方的新聞稿，那所以我們也在評估說，不能排除是不是中共的外交部或是官媒有做刻意會後的媒宣的操作或認知作戰的操作。蔡明彥認為，拜習會達成共識並無多，較大亮點是雙方同意無將 AI 技術應用到協務決策，研發勢力用 AI 傳播假造信息是有夠多。最近政治會國家組就正做受害者，關注事件 AI 技術武器化會有擴張治安威脅的風險，產生假造資訊誤導視聽，快速傳播散播假造信息這挑戰。佢講到會利用 AI 反制 AI。政府要具體要如何以 AI 反制 AI 發動的攻擊的能量會非常的龐大。我們要是依照傳統的人力來講，我們會非常的吃力。過去透過 AI 系統來查找這些境外的 IP 或攻擊的來源，正確的比例非常的高。像這樣的方式能不能被歸類在詐欺？像的那個 deepfake， 它是不是呢？可以構成詐欺哈？這個的確是有那個很有爭議的，就是是否有就是詐欺哈？這個最終還是必須由那個司法機關。另外，訪問賴總統最近會出國訪問，蔡明彥表示，賴總統確定出國訪問會啟動相關維安計劃部署嘅準備，確保總統出國嘅平安甲順利。記者綜合報道。做兵了退伍了後，要找頭路是真濟阿兵哥攏真關注的議題。內政部即馬核定明年度會當申請研發替代役的單位有424間，主要是半導體甲電子等等的產業。人力銀行表示，有不少人想要進入科技產業，因為研發替代役無得靠都是一種的管道，退伍了後就會當有頭路，煞力繼續做。相比兵役，越南接受軍事訓練，因為查甫囡仔有服兵役嘅義務。不過除了相比兵役，符合一定資格越南也申請研發替代役，有機會到公司部門嘅單位服役。真濟大學生攏想要去，感覺無得靠用先到企業展會，替未來前途鋪路。會有意願，因為就感覺可以學到更多東西，這樣子。就是你先佔一個位置，然後當完兵可能就可以回去那邊。當完兵有工作，感覺還不錯。而且是還不錯的企業，我應該會試試看。當完兵後就直接接軌，就是自己所學的東西。
内政部核定114年度研发替代役用人单位414间，主要是半导体、电子等产业，有台积电、联发科、汉翔航空甲中信造船等国内各大厂商，也有中科院、中研院、工研院等研究机构。想要申请要条件，要有硕士以上学历，不过无限理工、医农等学科。内政部协助配合需求，不过由用人单位来决定是不是适合。针对役男的所有的权益都相对的是以正职员工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保障。役男在公司服务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到服役期满之后，他们的留任率非常的高。他可以及早卡位他自己的心仪产业。那其实根据过去的调查发现，拥有硕士学历的研发替代役，他的月薪大概可以上看56K， 博士毕业的是更高达74K。当科技实力强大，有真侪人想要进入科技产业。人力银行表示，研发替代业无的确应正做必要性的跳板，若表现甲企业成功无合，未来退伍都可能直接有头路。记者综合报道。电影上头来看，因为自来水公司要做改善的工程，所以台中11个行政区昨天早起10点开始停水36点钟，计共有22万多户受到影响。自来水公司伫咧台中的81个所在有设临时的灌水站，而且按算伫咧今仔日暗时10点就会恢复送水。大水桶囤水150公升，早顿店一早起全面备战，饮料该炸出去的杯仔便所暂停开放，因为台湾自来水公司进行4项工程，台中18号早起10点开始停水36点钟，包括11个行政区有22.5万户受到影响。其实顾客使用的餐具本来都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嘛，毕竟我们宣传环保，但因为这36个小时没办法，只能提供顾客一次性的免洗餐具。那厕所的部分，我们也没有办法开放给顾客做使用。家里的话也是会储水，就是前一天会储了2大桶的水，然后去烧水再洗澡这样子。民众今日无水通用，但是洗车业者使用高压的水枪，水桶囤水无方便，佮加上烦恼停水前后水质影响到洗车的品质，因此敢若按算营业半工，水塔的水会当用偌济算偌济。水塔可能用个半天吧，没有办法及时真的客人真的马上要洗，马上有水用什么的，这样子是比较不方便的，所以我们就还是会选择没有营业这样子。自来水公司表示，即个进行的4项工程，甲减压法、送水管改善，也佮有管线改接有关系。除了伫咧全市81位地点设立临时储水站，也加派11台水车巡回补水。其实这事件的难度，一定的难度。施工的那个时程都应该比较接近，所以我们这次就是用4合1的方式来办理这次的停水工程。工程影响停水大约21.5万户，减压大约1万户。预计19号暗时10点恢复供水，而且会看工程进度顺利无排除提早恢复供水。记者台中报道。有关生态上新的消息，咱要来看台湾发现2种高感冒新的物种。这2种鱼仔是由中山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的。这种鱼仔拢爱伫咧溪流内底生态，不过这溪流整治的工程，也有水利设施，若是做了伤过头，颠倒会阻碍鱼仔生态，对生物的多样性颠倒是无帮助的。头是蓝色的金光闪闪，身体是粗干那青色，收的时阵敢若是南美洲红鸟是伫咧拍，所以后面叫做青红之牙黑虎鱼，是中山大学海科系发现的新物种。不像其他枝桠虾虎鱼都比较偏底栖的模式，对，那它会在水的中层拍动它的胸鳍，就很像南美洲的蜂鸟，对，在空中拍动它们的翅膀。这种鱼伫2021年第一遍发现，迄当阵标本无保存好，无法度正式号名。伊是小型洄游鱼，大只差不多2公分，住伫咧水质较好的倒流溪，伫台湾东北甲菲律宾鲁松岛北边的溪流发现到。另外一个新物种是台湾甘黑虎。发现当时也是在出海口有施工的状况，那可能也多少会影响这个比较珍贵的物种这样子。那我们这个干虾虎就是台湾第一个发现的干虾虎。倒流溪是流域的面积较小，支流较少，正经叫做山顶流的海较细条的溪，也是真侪回收鱼的炭生地。台湾甘黑虎就是伫咧倒流溪内面发现，学者讲，这代表台湾的倒流溪特别性甲物种多样性。不过也担心溪流整治工程甲水利设施会互因的数量变少。
其他的一些鱼类哈，例如说像汤鲢或者海龙这一类，它不能够去跨越那个垂直的墙面的时候，其实去降低这些拦沙坝的高度，就会对它们的上溯有非常方便的一个影响。种植工程可能会互一寡溪流，所以大家会有鱼类无法度生存。学者建议强化保护溪流，这就是立法限制过度开发的行为，来增加独流溪生态稳定，也有持续性。记者综合报道。咱阿里山的森林铁路是真出名，伫咧1912年全线通车了后，为阿里山顶悬坐落来的茶，就会再来去山脚的嘉义市卖，而且这嘛带动相关的产业。即嘛嘉义市文化局出版头一本小解嘉义林业的绘本，希望透过绘本的故事，互囡仔会当认捌在地文化。剧团的演员表演绘本内底趣味的故事内容，互下骹囡仔大家是紧紧看。嘉义市文化局新出版的绘本，用嘉义牧业的历史甲特色做主题，配合剧团的表演来发表。现场的家长甲囡仔哪听故事哪看表演，拢感觉真趣味。他在讲我们嘉义市的从那个什么林业发展历史，然后还有嘉义市的特色。较早嘉义市因为阿里山林业铁路的建设，我带动牧业加工的产业。即马除了家己制裁所放门车站才看会到的林业文化资产以外，嘉义市内阁剩6000多间的老茶厝。文化局希望透过绘本，讲互大家知影老茶厝对在地文化的重要。绘本的这个出版，加儿童剧团的这个演出，希望甲咱嘉义市，是这个木都的这个元素，会当为细汉都互因了解这个城市伊原来的这个特色。嘉义市文化局表示，老茶厝是嘉义牧业发展的一个见证。进前推广保存老茶厝的旧屋里计划，拢是针对社会人士来说明。头摆用绘本的方式讲予囡仔，就是希望会当把这个保存在地文化的观念，会当透过教育的方式继续来传承。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前一阵仔的电视剧《俗女养生记》，好真侪观众是看了连面笑，阁连面哭。这出戏剧内底，家人生的情景是搬甲真认真。事实上，这是为同名的散文改写过来的。作者江娥最近把这个散文重新搁配音，变作是台语的有声册，发表伫网络顶，希望会当把英国生活当中的台语保留落来。头戴甲盖头甲海尾头偏着臭青，会当摕去学校迄件同学。人有芭比娃娃甲自动 MBK 啊，我有海尾甲盖。海贝甲钙两种拢是电宝的中药材，画面中的汉药房就是电视剧《俗女养生记》原作的生活场景。最近原作的散文经过作者江娥用家己的台语配音做有声册，发表伫咧网络引起真侪讨论。作者表示，虽然散文大部分是用中文写的，不过这生活对话实际上多数拢是台语。敢若用中文写，伊感觉伤无彩，毋望透过台语记录爸母话，嘛当作是送互台湾的礼物。我想讲，我若甲这个代志，佮用台语甲伊写出来，迄就是阮即辈的人迄当时听到的声。因为我是较悲观的人，我毋知影台语会当佮长偌久。私心是希望伊会当较久长咧，吼。所以我就感觉即件代志我敢若做会到，我就来做看卖诶。江娥谦虚表示，家己有法度留偌济台语的物件，伊就尽量做。虽然做台语版的有声册用词文句拢着爱佮改过，不过伊表示，刚才有找台语顾问斗3工，伫咧讨论的过程，发现真侪台语词，伊拢要保留台南的用法佮腔口。林顺聪表示，这是有声册真重要的目的，互台语的多样性通维持生命力。而且有一寡词是我读的文章我才学着，譬如讲。刷一句话都唔敢对阿公起称，我会叫吭声啦，这种意思啦，就是讲咱无论是咱推广台语，还是出台文册，有一个最重要就是讲要甲真正在地声音伊的用词，伊口语伊上口语的一寡讲法，其实就是上好的文啊。江娥表示，《俗女养生记》的台语有声册目前拍算胜出10集，嘛有收到真侪民众热情的回应，互真侪人想起30-40年前的台湾生活，想起足侪台语的讲法，嘛互伊对台语写作有更较侪勇气甲鼓励，毋望台语的路行会久长。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后个月就是圣诞节啊！伫欧洲的维也纳圣诞市集，16个时阵举行点灯的仪式。
这个30公尺高的圣诞树，用2000粒的 LED 电火球来装它，实在是真享目。维也纳市长10日主持市政厅广场头前圣诞大酒的点灯仪式。自1959年开始，每年在这个首都圣诞市集的圣诞树，拢是有无同的放送的。今年这张30公尺高、80年的树啊，是写奥地利放送的。Von Economist, von der New York Times zu einer der schönsten Christkindl- und Weihnachtsmärkte gerankt worden. Und ich freue mich sehr, dass viele Wienerinnen und Wiener, viele Besucherinnen und Besucher aus den anderen Bundesländern, aus dem Ausland zu uns gekommen sind, um hier einen wunderbaren Baum zu illuminieren. 市区31条主要的过路街路，一工也拢做伙甲圣诞装饰点灯。为了要节省能源，从几年开始就拢换做 LED 电火。不过因为景气歹，一个月的圣诞灯海要加70万欧元的电钱，对业者来讲负担真大。所以市政府甲商会就甲演出的额度自5成增加到7成5。去年市集吸引330万人次，今年第一个礼拜六就有5万位游客。开店甲摆档业者拢希望这项活动会让吸引更加多人客，互因的生意较好。Es ist einfach schön. Es macht die Stadt etwas schöner insgesamt. Vielleicht würde es Leute dazu motivieren, dass die einfach in diese Geschäfte hereinspazieren und das sich anschauen. Aber ob man da wirklich einkaufen würde, weiß ich jetzt nicht. 维也纳的圣诞市集将会营运到12月2日，因讲市政厅加美泉宫头前的市集是一直开放到明年的1月初6。公司新闻王慧文编写。伫埃及的金字塔是真有名，不过金字塔顶悬的狗仔，你敢有听过？这只狗仔叫做阿波罗，是这个金字塔附近的流浪狗仔。即马伫咧网络顶是请假，伊请起来，毋但会当带动当地经济。而且还佫互流浪狗的问题受到大家关注。这是埃及的金字塔群，是全世界上有名的历史景点之一。不过详细一看，金字塔顶悬有一只狗仔咧。这影片是美国查甫人莫舍尔翕的，伊伫埃及耍飞行船时阵注意到这只狗仔，伊叫做阿波罗，是一只流浪的埃及家犬。敢若是伊的家族有8只流浪狗伫金字塔附近爬来爬去。有粉仔表示，真侪游客因为感觉神奇报名来，也佫有导游将阿波罗加入因为解说内底，将伊比作做古埃及的神明阿努比斯。这神明主管死亡，常常用龙头人身的形象出现。So we cannot stop animals be part of what something which is history around it. It becomes like a creation of the nature around, which is we trying to like adopt to our basic environment. But dog, he haven't got no limits, so he climbs whatever it is. 这影片也显示埃及的流浪狗问题。流浪狗是埃及都市常常看到的景象，为工地走路到粪扫场拢看到因的影子。在地动保团体亲像美国开路动保救援基金会，想要为因找到适合的主人。而这影片公开了后，政府已经同意甲基金会合作，在金字塔附近设置狗仔站，甲永久的兽医中心，为流浪狗拔起来卫生，做小狗病疫苗。公司新闻由惠准编译。今仔日天气啥款？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卖。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2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6度。来看外岛地区17度至23度。这2天天气较凉冷，提醒民众若出门会记得加烫一领衫。感谢大家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